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天时气候同头摆规模同样的，天灾也变啊，规条发生。去年头嘅环海，如是知道2月嘅菜价比去年去嘅130個價，而家嘅幅度係為22年半以來最高嘅。民眾為維權，農民喊高慘。農民會當年變10個億嘅天然災害救助金額，也預算入唔拉用嘅藥。可能全世界歐美、中國、日本也等國家都係用農業保險嘅方式來保障農民。研究按多年，台灣總算去年底針對高接力推出的第一種農作物保單，有保嘅地區包括宜蘭、新竹、苗栗、台中同嘉義，也5隻高接力主要產地嘅樣式。不過全台灣5000人戶嘅高接力農戶，搶16戶有參加保險。台中11戶，新竹2個，宜蘭3個，苗栗同嘉義如無人去保。因正頭一擺次判，幾多農民如想講困難生啦，保費太貴，韓國對災害損失監聽標準有疑惑，也係幾多農民唔敢保嘅原因。不過次判期能3年內，農民會希望提高保險人數。下個階段呢，也打算推出反酸、保衛韓國農業設施，也都冇共用種類嘅保險。希望喺次判期間得到韓國初期嘅資料，後續能夠好推動同建立制度。本檔案算為係暖度，冇想到年頭之前把黃金看了來，台灣東道所採到落嚟些，民眾歡喜看些對些，不過農民唔敏感性感，是係同命命。清寒嘅都係略微零下1度啦，啊，個清寒嘅日子下晝2點呢又落雪，個早晨就再落冰雪。蠻有落雪嘅哈，一片全部花，凍漿啊，歡喜啊！冇法度啊！而家落雪落去寒落去個落雨哈，次見落雨下雨全部都冇睇咧啊！長農委會統計，年頭開會，全台灣農損入42.3億元安度，其中5山損失32.6億元係最厲害嘅，主要係18年到經濟5類，後山損失大約73萬元，其他係農山損失大約9.7億元，農作物受惠面積有1.86萬公頃。前5大樹選作物分別係蓮霧、奇豐葡萄、高接力楓、tomato，還有其他體種作物。其中高接力楓受惠面積1700公頃，受惠長度22%，所以來磨合樹嘅面積有370公頃，咪係損失面積最快嘅作物，損失金額有8600萬元安度。受災了嘅花蕊仲啊落嚟咧，啊啲量嘅是正常嘅。冇收到旱害嘅，你種係是收到旱害，發現冇正常，開冇行斷嘅，你也是收旱害，先累落嚟咧，你存留落。種下個10個咧，你也會嘅損失差唔多有70%。天到旱害嘅時候落雪，當時因為平天就落雪咧，當然唱過來到該過年嘅時間嗬。有落霜、黑霜啊，哈，那裡的草皮啊，種下糟皮嘞。已經有看到花了，但是它就整個死掉在裡面了。像這個已經接好多久了？這個接好，它這樣子算1個多月了。所以又1個多月的心血又沒了。對，現在又要重新再來一次。高接力農業反倒一擺，除了產冇強勢嘅天賦本來本，其中民主小工其家嘅人呢就強強弱弱，不過就會出現規劃咧，沒冇聽出為大致。它受到寒害之後，它的活動力沒有那麼強，所以就變成就是利亞灰，所以不一定開花一定會有結果。包括旱流大量嚴重災情，農委會咪公告全台灣都係派農業天然災害險研究處老代理推款嘅提起，希望老農民提出早啲嘅復工復種。只係接力楓係有時節嘅，但唔得到公所來砍債，農民除係更加反對。這兩年農民冇接份，個人付唔到咧。
春天一倒落去都冇办法夾合咧，唔好夾合咧，係啊，這樣冇效啊。像咱一般正常食的種啊，頭冬節料將食的啊，吼，該參食的，太細種啊無好咧。連咱去內行看山方，特啥都接你。農委會對民國80年開始盤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到190年救助嘅金額已經超過379億元。對政府來講係一大嘅負擔，不過對農民來講，救助嘅錢基本上就係暫時用嘅。比如話，我賣花包賣得差唔多2-3箱有啊，伊付出差唔多1箱嘅錢進去啦。本錢可能2-3箱係啦，冇辦法講做下補到本啦啦，冇可能啦。接入邊房差停工錢啊，你攞去算差唔多25到30萬嘛。所以你哋補天然災害補助來講，補1公頃補6萬，2公頃12萬，以外來講，安尼買地方都工錢都冇啦咧。農委會當年邊界救助今日算都唔納入，喺歐美、日本、中國甚至係東南亞啲國家，做出這種用農業保險嘅方式來保障農民。不過台灣考卡島農作物種類多，生產面積細，提起老山區涉足也按到嘅建議，一直都冇法度推脫。將農業發展條例第58條，農委會總算喺去年尾開始持牌農業保險，時間10年。提升出針對購入力，推出來全台灣挑這種農作物保單。這個保險後，我們會以商業保險的模式來做一個示範。保險公司來推出保單，可是保單的設計和勘災的部分，都是由農委會改良場的專家這邊來做協助。農作物保險對台灣來講算是最新型的保險，也就是說以前從來沒有辦過。像我們周邊的國家，大體上都在農業保險早就已經走了好幾年了，那我想這是一個趨勢。持牌投資人是自件產險公司推出產品，下保單的設計分兩組，投資組係實際損失幾多就賠幾多錢，包含購入力主保險、勞力風附加保險。購入力嘅部分係講督導風災太水受損，採用本期停水嘅方式來驗填，損壞長度超過5%，出售的現場理賠。它會有試驗改良場所的人，會有農糧署分署的人，會有縣市政府的人，甚至由我們農會參與，然後大家一起來看說，這個區域的農民他損失的平均%是多少？那只要那個%確定的話，所有的農民就是比照那個%來拿到賠付。地方部分係講認為環境損壞長度太高，冇處係度係20%，所以得到政府天然災害救助證明，保險公司唔是去到現場勘查，農民出售的現場保險理賠。第二種係政府災害救助連結險，無論係購入力也係利風受損，所以得到政府天然災害救助證明，出售的現場理賠。像這一次的寒流，有參加的梨農，他一方面可以拿到政府的救助，1公頃6萬塊錢。那他如果有參加保險的話，看他參加保險的連結的狀況，有些是3萬，有些是6萬。不過全台灣5000多戶購入力農戶，只有16戶參加保險。全台灣購入力總有5000多公頃，租起保險的每場9.6億公頃。現在3百年嘛，就差不多2000公價。目前來講，去年有保了92保險的哈。當時期嘅部分要9億元。馬上講啲杜康啊，因為當年嘅旱災嘛非常嚴重啦。至於嘅風災是我哋東西方面是講，猛風災我哋都採收皮嚟啦。所以講你講以風災嘅方式來保，我哋醫院冇一個啦。我認同政府嘅條係當好嘅方案。過來，因為啲保險來講，向人自家講，即係講。同宣示講了清地，政府嘛當然旺啦，像物界天災啦、人害種啊，靠政府來補助，你也沒辦法啦。你所以講人感覺我哋保險嘅個機制啊，要給他講攞去推廣，很值得推廣。不過因為去年每張持牌保費就很高，大部分嘅農民都係啲嘅忙啊。第個保5萬9千塊，但是實際旱災嘅嗰種係。嗰就係補償金，跟那6萬塊，但是兩日睇落來呢，
保费那等于讲保了个保费同那个补偿金嘛吼，无吧，那无嘛个诱因。但是其后背负担还有个9万块，个种系台风险，吼，台风险那一旦有受损来时吼，这部分还有个多一个保障啊呢。可能如果没有发生天灾，它也没有回收补偿的机会，所以对农民而言，他可能观念没办法一时之间改变过来。那第二个，农民他还是长期以来习惯于政府给他补助或者救助的一个方式，他还没办法去熟悉有关于保险相关的观念。主期推翻农业风险很高，而保嘅研究很少，冇法度做好分散风险，保费就會很高。如果我们政府能够把过去的这些补助或者救助的方式化为一种保费的补贴，让农民也能够部分负担保费的情况之下，那得到一个更高的保障。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期待，农民呢整个一个所得能够有效被确保，而且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一个长期应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除了中央政府的1/3保费，台中、新竹跟宜兰，他们的县市政府也都协助1/3的保费，所以农民只要负担1/3的保费。不過，苗栗縣政府財政困難，並冇補貼農民保費，利農嘅負擔係其他人士利農嘅2倍還多。要一視同仁才對，吼。按配在淹施迄按用型，因那个淹施没因果迄按用型的补助方式，将做得按用型啦。所以目前吼，个财政的问题可能要整体看看啦，但是讲，迄讲申请的人多的话吼，现在目前的财政问题实在无嘛可以负担啦，苗栗县政府。苗栗县高接力主做之前18人貢獻，係全台灣田野發界3冇辦法去保險。都差唔多，家下已經菜蔬菜，也冇以上咯講吼。這個你投保嘅吧？因為佢保險公司也冇講當支持，再過來講一下吼。因講賭博嘅，就說應該不會碰到我吧？按用嘅想法啦。家人因為講。苗栗縣高接力，它唔可以受到個颱風寒流也就影響一部分。像佢寒流部分啊，喺苗栗縣也救助可能就係救助嘅次數也唔係一多啊，所以個農民嘅意願啊，唔係一個。不過冇想到200海葵受損面積竟然就893萬多，未做農民認為，前規劃了高分收回未難熱。充電喺按用啦，佢講10度嘅來播出要搭對啦，咁有菜樹家下嗬。當嚴重咧，當然都要啊！菜樹家都10多一條辣啊，36都38度去嘅，唔知這唔差啦。過去2年就跟那些農委會、農糧署這邊有去要一些資料，對，那他有提供10年的那個統計資料。那因為他可能過去沒有這些統計資訊，那我們當然在農業保險開辦之後，我們會慢慢的去收集這些資訊。為馬為民嘅數目是，算是農民看都冇辦法。還不是很了解，還蠻真了解，當導演還蠻了解啦。佢都條文寫到按多啊，係啊，寫到按多啊，真當然而嘛看唔清楚啦。所以咩認為按用可能唔敢，冇向去報。係啦，當然咧起頭難啦，當然頭前從嗰啲禮拜幾屆開始落去報，按3000乜嘅事情，當然觀望嘅人嘛係真多啦。禮拜咩頭一拜天天，然後唔知見你冇用嘅人天。嘛唔掂呢，我嘛冇常識呢。會受理冇？唔可以啦，呢唔會受啦，因為呢係政府都做嘅事情哦。唔過作為農民，該是唔係按照信心。有時候颱風一來，啪了一下，整棵樹可能產量為0。那這樣子的情況下，既又是不足額保險，它的保險金額本來就已經沒有辦法直接 cover 掉直接成本了，然後又在超過63%以上的災損的時候，你後面都只能賠35萬。在10年的統計基礎裡話，這個農民當年度損害程度會超過50%的那個幾率的話，其實是不高。保險金額上限賠到35萬，那原則上是比較已經現在可以先符合目前現有的狀況這樣子。
包含你发生灾害的几率啊，包含你在里面可能实际投入的直接成本这些。那如果没有足够的 database 的话，实际上你会设计出一个偏离现实太多的保单。那可能就像现在大部分的老农，他们直接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保费太高，可是赔的太少，对啊。那大部分老农不太知道说，就是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变成这个现象？每一位农民係對災損感田中義負。我老实讲，我就不敢保。勘察之后，我们认为像我们一粒，一只一粒的果园果树的话，它根本是不成立。老实讲，以农民来讲，这样子是不会赚钱。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吗？因为树上有果实就好了啊。阴天也是一个问题。从来无阴天的事情，从来无上拗。我个阴字同阴是无同样。我是每我哋都无效了，快撇的，人家那讲我哋很好好。唔是讲像我哋啊两种嘛，叫报爱报叫陪俺那一种，陪俺新鲜的新鲜梨，还是要陪我的风水梨，还是整颗。如果非講為行動專業，南北就會實在損感田氏之徒。校長咪建議，如果農作物受到傷害過後，再會隨時嘅清洗，每樣批出可能出來，所以就得如以適應田損毀嘅方式來減少爭議。在天災發生的同時，其實只要做一些記錄你在這個地方，你的田地受到颱風、豪雨有發生天災，但是你這個真正的災損有多大？我們可以等到你最後收穫的時候，再來做一個認定。如果說低於20%，低於30%，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來認定你的一個災損的一個情況。校長咪認為，南北勘災技術為很難精準，離配就唔得無論隨時幾多，是強迫政府天然災害救助標準嘅20%嘅限制。它只在認定有沒有達到20%的一個災損的程度，但是現在呢，我們要導入到農業保險的這個機制，你的實際的災損的程度20%、30%、40%，不同的災損程度應該要有不同的理賠。另外，批保險業老土地受助建議唔係強勢嘅世界，填出為咗土地使用契約書也係統計數，看到倆當農民從難逃離。평년的鹽。평년的鹽住的個加有啲個加個證件啊嘛個吼，你老人拿吼，有的你們想我可能拿一種嘛個啦。理賠的話，地主他要自己拿，我也曾經遇到過啊。地主他就是不給你啊，你甚至說要去法院告他或是怎樣子，你也告不動啊。持盤頭一年，當問題為解決，除了為咗下當農民參加，亦會開發下當保險種類。對高效而推動法規，老建立制度，才為做幫助。有幾個作物可能會比較成熟，我們比如說像希望水稻，因為面積很大，農作物的設施，或者是我們目前果樹最多的芒果，也希望更多的保單出來。因為只有這些更多的保單，更多的人參與，我們在這部分的覆蓋率越高，後續的法規跟制度的規劃才會完善。我想我們對於這個農委會這邊所提出的一個就是優先要試辦的這個農業保險的各種農作物那我們都有興趣我們也會極力來爭取持盤經驗入灣指南北嘅規劃未站為主，冇空容易思考。比如說，有些地方政府或者是鄉鎮公所，他就會想到說，能不能我整個鄉的農作物一起來參加保險？我參加保險的時候，那我整個田間的設施是更完整的啊，那我的保費能不能減少？因為我受到風險的機會會越少啊。以農民的角度來講今年有利合作，慢慢兩個保險金啦，因為保險賣利來講日常接落去的利款的利潤賣都比保險較高咧啊。天災的事情，農民大概嘛冇，大概嘛想講，愛天氣順順，愛摘個梨呢，摘個小型的東西呢，你話比安那個理賠較少，當然冇較多啊。前後嘛冇講有天災有咁樣啊。
買保險是係買保障，做唔到當然最好。是講氣候見來見其他人見冇相通咧，用保險來做風險管理，全世界當多國家都按樣做咧。台灣持盤挑戰嘢，當多風險行為調節，行為規則。唔過最先為做嘅，除係為咗下多嘅農民來保，就為咗好分散風險，建立很難完善嘅基礎資料，農業保險制度未就行嘅客氣，行嘅長久。